用一網打盡這個成語來形容互聯網，最貼切不過。通過互聯網，我們能夠捕捉整個世界。不信？看看互聯網怎樣幫助我們跟世界接軌。從香港發電子郵件給海外的親友，一眨眼對方便能收到。如要見其人、聽其聲，只要通過電腦視像鏡頭，就可以跟對方在網上聊天。即使遠在天邊，我們也會感覺對方近在身旁。大家可以不受時間、地域的限制，自由交往。世界成了一個地球村。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，讓人與人的距離縮短了。讀新聞、看電影、聽音樂、玩遊戲，我們在網上已經可以做到。至於購物，我們也可以在網上商場使用電子錢包。我們甚至可以利用網上實景地圖規劃旅遊路線，瀏覽異國風光。互聯網讓我們的生活更方便、更豐富多彩。今天閱讀電子書、上網做家課，或者安坐家中，通過互聯網聽老師講課，跟同學進行即時答問和討論，已成為重要的學習模式。從前做專題研習，要到圖書館去，在書海中查找資料。現在我們不單可以在互聯網上查閱世界各地的資訊，還可以利用網上字典或翻譯工具，打破因為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學習障礙。此外，互聯網上有不同專業的人士可以當我們的老師，在討論區上可以跟網友研究感興趣的課題。互聯網讓學習模式起了很大的變化。